各位平安，小等咱今日的礼拜吼，要伫9:55开始吼，所以咱请已经来到咱教会的会友吼，会当坐在你的座位顶头，咱安静心，小等准备9:55，咱今日的主日礼拜。各位平安，咱今日的敬拜时间也已经到啊，这时咱要用默祷安静咱的心来筹备调去上帝。我的心心啊，恁着学乐耶和华，凡若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性命。我的心心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这时，咱要请敬拜团带咱用学乐的歌，做伙来调敬咱的上帝。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感谢主，伫爸爸节，咱搁一届将焦点转向咱大权能的上帝，听咱的阿爸爸。伊是即个世界的源头，甲咱家庭实际的瓦靠。咱搁一届来献上咱的儿乐，咱的感谢。愿阿爸爸欢喜。咱今日的敬拜，伊也透过敬拜对咱讲话，圣诗18首，咱也方便咱做伙起立来敬。我心无落上帝，主怜悯我的病，天地万有
衫甲音声，学落伊大尊名。树木田远水泉，风冲大海关山。天灵伊大官灵应光日，爱讲伊照正。我心学了上帝，世间情人的白，空中飞鸟吟诗出声，学了伊大尊名。溪水草木清水，拍花结一水，日光照来凉风吹来，讲起大仁爱。感谢天父，他的一切丰盛本是为他的儿女预备。求主叫我们不忘神永远掌权，一起用华语来唱。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却人所望。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上帝是王，宇宙欢唱，主恩统治万方。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上帝是王，宇宙欢唱，主恩统治万方。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上帝是王，宇宙欢唱，主恩统治万方。感谢天父。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继续以祷告的心来敬拜，求圣灵运行，祈求阿爸父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领受属天的供应。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来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来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叫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从头再唱一次。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来充满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在这时刻，求圣灵运行，来充满我们的
改变我们，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叫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哦，主圣灵，哦，主圣灵，充满在这里，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继续用圣诗113首，恳求永活的主圣神来临。持续站立。请咱游员徛咧，咱即是要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下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关于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你若请你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即时请大家对我用古训诗的课文第26篇来三角交读课印。古训诗的第26篇安尼讲。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的，城市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做守的人是空空清醒。恁早早起，晚晚困，食我所得的饭是空空。凡若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下，叫人有福气。你要食你的手着磨所得的。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你的囝儿围围你的道。看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确要安尼得到福气。耶和华要对安赐福你，你的一生下去耶和华。你要看见你的囝的囝。即时，咱要请大家甲我做伙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学到你，你是阮唯一天顶的爸，是阮永远的天父。每年的即时阵，阮在庆祝父亲节的时，
阮要感谢俄罗咱天顶的爸，因为你的同在，你的疼，你的怜悯，你的恩待甲拯救，互阮真做你的囝儿。阮伫天父的爸啊，求你纪念天下所有辛苦的父亲。你知影因的肩胛头所担的责任甲压力，你有看去因日时的辛苦，嘛有听去因暗时安静时阵为着家庭的呼救甲望的祈祷。求你用智慧充满因，互因伫认捌你的道路顶悬得到坚定，伫信靠你的道路中得到帮助。互因因为你的疼，重新得到力量，互阮欢喜向前行，互因的性命成做稳定的见证，直到荣耀的国度完全的降临。亲爱的天父啊，求你赐福，互父亲有敬虔的心，已经对工作退休的父亲，搁加诚侪家庭甲教会的祝福。毋但帮赞，嘛着帮赞约愿约伫工作奋斗努力的父亲。会当互因有智慧、有能力，将一切重担会当交托伫主你的头面前，互因经历主所赐迄种想袂到的平安，互因伫疼主甲疼人的界面顶头，成做好的模样，互因毋但伫家里分担家事，嘛会当伫教会内面参与教会的事工。亲爱的主啊，阮也要求主赐福恁今日的敬拜。互阮的心向主你的道来拍开，互插传道成做你的出口，用主你的道来教示阮。这一切荣耀甲学乐，拢要归乎你。阮安尼祈祷甲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这时咱要用咱主日学来为咱吟有你在的地方，我们请子雪来唱这条歌。
真感谢主持人甲三马团体为咱带的这条歌，有你伫个所在。我若正这条歌的歌词内面所讲的，我想今日坐伫台的所有做父亲的，会足感动的，因为因唱出的歌，就是有咱每一个人做咱囝儿所感觉的。毋敢安尼，咱基督徒头讲的，咱阁有一个天顶的阿爸爸。我想，头拄主持人甲三马团体唱这条歌的阵，我想咱嘛咧唱这条歌，互咱天顶的阿爸爸。因为虽然咱无法度看到伊、摸到伊，但是伊就像咱随时在照顾咱，派咱行艰苦的路站。即时咱要来看圣经，今日咱要来讲授上帝的话。今日要来看的圣经节是两段的圣经节。第一段圣经节是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6章，咱要对13节看到14节。另外一段是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章的第15节。首先，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读，请大家注意来听。哥林多前书16章的13到14节安尼讲。恁着谨慎徛在伫神，做大丈夫，做勇行，恁凡事着伫仁爱来行。过来，我要念的是创世纪的第2章的第15节，安尼讲：耶和华上帝将迄个人下伫爱甸园来尽做固守。即时，我要请所有的会众甲我做伙用华语和合本。一起来读这2段圣经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时，咱要请蔡尚恩传道来讲道。分享，今日伊要分享的题目是：父亲，你不只被需要。咱请蔡尚恩蔡传道。弟兄姐妹平安。父亲是儿女的冠冕。请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周遭的家人们。今天是父亲节哦，不管爸爸有没有在身边，请大家一起，我们现在向周遭的爸爸们说一声：父亲，您辛苦了。啊，父亲您辛苦了。好，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其实我们今天不只是停在一句“辛苦了”而已啊！我的爸爸现在就坐在台下，大家知道吗？他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叫做：“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全家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这个就是他最幸福的一件事。”其实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满足。我想到这，我其实很惭愧哦，因为我的爸爸他会关心我的日常的辛苦，然后我内心的挣扎呀、难过、我的喜悦、兴趣，他都很关心。但是你反过来问我哦，恁爸熊爱吃什么啊？你爸爸最爱吃什么？我都要犹豫不确定然后我常常听到就是我们在讨论什么，我们要去吃什么，最后都是我妹妹决定啦，就是都是我们全家吃什么婷婷你决定。所以，爸爸最爱吃什么？是山楂吗？还是欧白菜？还是什么？来想。然后呢，他最大的兴趣是什么？我也很少了解，为什么？因为他总是把自己排得超级的满，永远都在忙碌中，
时间排得满满满，所以我们很习惯只看见爸爸为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却很少想说他的兴趣、他的喜好，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他的心里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很少想到，我们也甚至很少想去问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各位，爸爸辛苦了这句话我们要想一下，这句话很矛盾。我们刚刚讲的这句话，爸爸你辛苦了，很矛盾。为什么？因为讲完之后，我们内心的潜意识爸爸你明天继续辛苦，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我们会期待说他继续为我们付出，继续当我们的生活顾问，继续替我们做事情啦。爸爸你不能倒下，爸爸你最好永远都有办法。家里出问题的时候老爸你要第一个站出来。有没有发现爸爸是家里的支柱，但却未必是最被大家理解的人。家里需要他的什么？收入啊、判断啊、劳力啊、眼光啊、稳定跟保护，但不一定知道爸爸他可能恐惧，他可能怕什么，担忧什么，他为什么会睡不着，他是否已经疲惫到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对比，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什么？安太座嘛。所谓的安好太座，生活太平很常听到嘛，安太座。西方有一句更流行的话叫做什么？ Happy wife, happy life。 什么意思呢？老婆开心，生活就顺心。这句话流传在许多西方跟现代的家庭里头。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妻子在生活中感到 happy， 感到满足，感到喜悦，感到快乐，全家就一起感受到幸福美满。我们反过头来思考另一件事好不好？请问 Happy Husband 后面要接什么？应该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所以说有人说Happy Husband 后面不用接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世界上没有 Happy Husband。当然这是一句自嘲啦，以及公生球开玩笑的话但是其实也有点现实啦。所以当然今天的信息不是要否认母亲们的辛劳，也不是要把男人跟女人放在彼此竞争比较的位置上。虽然说最新一波的女性主义这10几年来一直热潮都没有消退，很多人都在网络上抱怨说女人的辛苦跟不公，这些一定要正视。但是同样的，你会发现男生好像很少人讨论，对不对？没人在讲查甫，为什么？因为只要是男人不管是父亲、丈夫或儿子，他平常面对的孤单、压抑、责任跟价值的焦虑其实没有什么人在讨论没有被人看见。所以今天尚恩同时有3个呼召要给大家。第一个是父亲在福音里成长，第二个是儿女要重新学会孝敬，第3个是家庭跟教会也不要只要求父亲我们要转向于理解、分担跟关怀父亲。首先，男人跟父亲的尊严不是只由功能来决定的，因为这个社会很少让男性单纯是一个人。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在座很多的男生嘛，请问男孩子从小被提醒什么？男孩子要勇敢一点，有没有？从小你是男生，你要勇敢一点。我们是不是从小很喜欢讲这句，或常听到这句，或者是彼此鼓励我们查甫爱安怎，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这样。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其实我怕打针啊，但偏偏我就是像是我现在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抽一次血，就要抽8管血。那个针这样子粗的针管插进来的时候，这惊我都不敢看但是我表面上我不会露出害怕的表情。为什么？我就是不会让别人觉得我会害怕。我就反正每一段时间就要抽一次血嘛，我就习惯了，就当作面无表情。但是你知道我们可爱的婷婷妹妹她是女孩子，然后以前就发生很有趣的事情。我想大概搞不好妈妈有说过，她会怎么样？
只要每次到了打，那住在五红霞吼，糟糕不看人，全校都在找他，最后广播好不容易在厕所找到他哦，把他抓出来打预防针哦。所以你知道，就是男生跟女生其实都会有不同的社会期待。所以社会心理学用了一句话来讲他用不稳定的男子身份precarious manhood， 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不稳定的男子身份？这个现象是男生的身份必须不断的去证明，不然就不稳定。他可能会失去这个身份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会因为失败他就被否认、被夺走这个身份。这个不是所有男人的命运但是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男生一被质疑他就可能用他的身份地位、用他的音量来证明他自己。有一些则是躲进去工作，甚至沉迷于游戏、网络啊、酒精啊等等的。因为这两者核心其实一样的意思就是我没有一个很稳定的身份来证明我自己。因为我不能承受失败，我失败，比方说我胆小躲起来，就被人笑你不是男子汉，你就失去身份了嘛。所以，当男人成为父亲，他要面对的更多了。我们可以想想看，叠加很多状态，对不对？爱探钱啊，爱保护啊，爱什么？要修理东西啊，要决定，要陪伴，要温柔，要民主，要情绪稳定。你会发现这些责任。不是不重要，很重要但是危险的是，我这节老辈，我当一个父亲或我当一个男人，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功能性一种绩效如果我要成为父亲，大家就潜移默化有那种观念我必须要一直有用，要一直付出这些功能我才值得被尊重，变成一个父亲。否则就没有，我的孩子要成功。我才算成功，所以只要遇到什么，我们知道景气是循环，你可能会遇到失业，我们的身体都是脆弱有限的，我们可能会生病，孩子青春期或各时期可能会叛逆嘛，我们的婚姻可能会受挫，我们身体也会逐渐衰老，这个好像是否定你不是一个有价值的男人，可是。我们想到这里，我们要反过头来思考圣经的话。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仔细思考，圣经中一直强调的一点是什么？你会发现，圣经一直在强调恢复正确的秩序。什么是正确的次序呢？就是你的责任是从你的身份而来的。我再强调一次，责任是从身份而来的，不是用什么用责任来购买身份，不是用你的功能来购买你的身份啊。你的成果可以被检视，你的尊严却不一定能够用成果来换了。爸爸、父亲有时候的确需要负起责任，但是我们要记得，他首先是由神的形象所造的，在基督里蒙爱的人。所以圣经常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成熟是什么？不要再问说我可以从你这得到什么？我们要开始问，他把什么交给我？我的力量，我的能力，我应该拿来保护谁？我要用我的自由来服侍什么？父职也不是只有生物事实，应该是指什么？你愿意去照料、引导跟祝福下一代，使他们有一天能够被引导到神面前，承担自己的使命。所以父职不是一种生物事实而已，它其实看得更广泛。父职是一种跨世代的引导的关系。一个人，我们不要只关心自己是不是成功，我们要开始为比自己更后面的一代人，更晚来到世界的这一代人来做负责。这是一种心态，想要培育成功的下一代，或者是成熟的下一代的心态的内在的动力。核心的关键就是你要去指引下一代的人。所以真正的父亲不是占有下一代，或把孩子复制变成自己父亲的工作是帮助孩子
看守孩子，逐渐的成长，最后他有能力自己独立，脱离你的掌控，在神面前承担自己的使命。父职不是把孩子都绑在身边呐，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要用爱、真理跟祝福，使他有能力走向神祝福的人生。这代表什么？有没有小孩都一样。就算我们在座底下你是男的，可是你没有小孩，不等于你就没有父职了，不等于你就没有父职了，你还是要背负起什么责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引导方式，就算是可能你是牧师、牧者啊，长辈，你可能是教师，你可能是教练，你可能是一般的长辈，你只要愿意陪伴新一代的年轻人，都可以成为属灵或是社会的父职。父职的本身是指下一代的生命得到方向，承担能力。更完整的说，真正的男人是在神的面前去领受这个身份，而且以真理、勇气、节制与怜悯来使用你的力量。真正的父亲要把力量转化成同在，来保护、来培育、来做好界限，甚至来祝福与传承下一代。所以，这就是父亲，这就是父职。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有讲到什么？你们要警醒，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啊，要做大丈夫啊！你们要刚强啊！凡你们所做的都要什么？这很重要，都要凭爱心而做。做大丈夫希腊文有一个字眼叫做 "anlesthese"， 什么意思呢 ？"anlesthese" 叫做带有勇气的意思就是你需要勇敢的去行事，你要成熟站立的意思。13节讲到什么？讲到刚强。但是要记得13节的刚强是怎么样？必须受到14节的凭爱治理。什么意思？就是凭爱是来节制你的刚强。如果只剩刚强，那么力量就可能不叫做刚强，叫做强硬权威，或是离开爱，会变成了控制。所以如果牺牲会离开恩典的话，可能日后就会跟家人有不愉快，会成为一种勒索情绪、勒索债务的工具。所以真正的 man power 男性的力量，不是使家人害怕，而是家人在他身边感受到幸福跟安全。不是没有界限，而是界限是用来保护生命，不是保护面子。真正的勇敢也包括承认拍谁这是我不对是我错了所以许多的男人从小我们都学会什么？我们不能说害怕嘛，我们要压抑自己的情绪，我们没有学会辨认情绪。所以说，那我们遇到害怕怎么办？我们可能会有一句台语叫什么？更小端上面生气，对吧？我们可能会把害怕转换成愤怒嘛，我们会把受伤伪装成什么冷漠，因为我就不讲话了。我们把无助翻译成也是一样沉默。我们的压力有没有？一定有，压力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能把痛苦怎么样灌注到其他的妻儿身上。所以成熟的父亲要说这我可能做错了，我可能错了，我的压力不是伤害你的理由，拍谁我会改变。我们必须要理解到，认错不会使父亲变小，反而使他更伟大。但是如果我们拒绝真理，就会使一个父亲，一个男孩永远停留在身上。这就是男人跟男孩的差别。我们更进一步来想想社会怎么衡量父亲的。恭喜在位要看他的什么价值产能，爱赚偌济对不？有厝无？会当解决问题无？囡仔有成就无？对不？但创世纪我们刚刚读到的次序不同创世纪给的次序是什么？圣经很注重这个次序神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各地。这里大家就会开始想那个次序，但是你就会忽略掉，才一句话，
他前面讲什么最重要？神先说什么？神先赐福，然后才托付使命。神先赐福这句话大家很容易忽略掉。神的第一个动作不是开始考验你合不合格，是先赐福。这个非常的重要，但非常容易被忽略。不是问说你作为一个老爸、姐老伯，你行爱这上面、这上面、这上面，不是哦，不是说你能够做什么，而是先把生命、尊严、关系、恩典赐给人。耶稣受洗的时候，首先是什么？天父先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发生在耶稣公开传讲所有的事迹之前。他公开传道之前，就先得到这个身份。发生在行神迹，最后到十字架之前。请大家记得，身份不是你事工有没有做成果，不是你有没有做一个成果才得到这个奖赏，而是使命展开的时候的根基。随后我们还记得吧？耶稣进入旷野40天嘛，对不对？他先进入旷野40天，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魔鬼讲了什么？魔鬼他你那是上帝的囝，你得当安怎，对不？不断的试探耶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是魔鬼，是这个世界试图把身份当成你必须要证明的资格，而不是你先天获取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许多的父亲真的就不断的听到类似的声音你若是查某人，你就袂当失败你若是好父亲，你要证明给我看。我们就有这种想法，我们就会想要去证明你有多少的功能性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你不是先证明你自己才蒙接纳，而是什么？你要先蒙接纳，才有力量面对罪、限制与责任。所以恩典不是取消责任，而是重置责任，有更前面的起点靠任务的才能够购买父亲的身份那万一我今天失业了怎么办？我今天靠不住，我没法都没人抓班，我要怎么办？那我可能就崩溃啦，我可能就开始否认我自己，躲起来难过了，我可能就暴怒，我可能就生气了。我们要记得，我们蒙爱的身份是父亲，我们可以失败，我们可以做错，我们可以悔改，我们可以求助，我们可以修复，再重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不要再把父亲当成一定对，一定是救主。真正的救主是耶稣基督。父亲他是供应者，但他不是一切供应的源头，他自己也是一个领受者。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我们要承认父亲，要敬爱他，让父亲不要单独的孤军奋战，把责任都推到自己的身上。如果要看见神眼中的男人最完整的不是我们社会文化中，我们社会文化中常常在定义一个男人是什么吗？你不能掉泪啊，刚强无惧啊。去最近很红的电影凡德赛，不知道有没有去？叫做什么？奥德赛，好，拍谁？奥德赛它里头有一幕我去看吓一跳，一个男子汉又被这样子有暴雷简单讲就是。他为了要保护家园，他身中数刀，又被枪戳，又被箭射，不能倒下。都够痛啊！我一定把塞扔噶去了。不能够哭，因为这是社会文化给男人的形象。但是，请问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样的人？耶稣有没有力量？耶稣有，他有力量，有权柄，但是耶稣也有眼泪。他敢责备虚假，他敢面对冲撞，他敢挑战，可是他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我们知道最后的日子，他在客西马尼园，他没有假装一切都很好，一切都 OK， 都没问题。他对门徒说什么？我的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又向天父祷告：父啊，求你将这杯移去
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要遵你的意思，要听你的意思哦。父亲姐妹，各位，耶稣他是否认自己的痛苦吗？不是，他不是表现自己的痛苦。所以，各位，他有否认眼泪吗？没有。一个父亲当然可以说出来，他可以说什么？哦，我说天哦，我很累哦，我会惊哦，我会怕哦。他可以后悔，他可以说啊，拍谁？这我没法度，我没法度，我唔知，我不知道。因为家庭的盼望不是建立在父亲的全能之上。当然，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不是只有对父亲说话。你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同时在提醒家人？耶稣当时还有说什么？他对门徒说：“你们要留在这里哦，要警醒。”他在最忧伤的时刻，他容许亲近的人知道，也邀请他的家人们陪伴。但是门徒怎么样？门徒怎么样？困起啊，都睡着了，因为他们不会怕嘛，他们不晓得，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太晚了，睡着了。所以有时候家庭也是这样我们在父亲的痛苦旁边睡着了，在父亲在忧虑，我们睡着了。我们不是故意残忍，而是大家太习惯哦。老辈做搞父亲很能撑，父亲很能处理，我们父亲不需要过问他的情况了。等到他真的生气了，或是他沉默病倒了，才发现他的疲惫已经累积了很久。所以父亲要诚实的学会开口，家人要学会聆听，要学会警醒。当父亲说出压力的时候，我们不要立刻把新的要求加到他身上，说啊，你可以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不要。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就陪着嘛，陪他坐一会儿啊，听他把话说完哦，陪他聊聊天也好啊，甚至陪他一同祷告。十字架进一步重新确立了什么是力量。这个世界是用什么来看力量？这个世界的力量是要屈服人，是要使人屈服但基督的力量不一样。基督他重新定义了力量，是承担以及拯救。所以父亲的舍己不是什么我否认我自己呀，我否认我自己呀，放下自己做王，不再要求全家的方向都要听他的，不用担这么大的担子，不用再顾虑一定是照我的外宾啊、外宾婆，我的面子啊，一定是我的情绪啊，这些来做。家庭的爱也不要再消耗父亲了，我们要彼此承担这个重担。弟兄姐妹，父亲有没有办法保证小孩都不会犯错？不可能嘛，小孩都不会做错，不可能嘛。他能不能把孩子的一生全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把孩子好与坏都当成自己的价值？不行。真正的父亲要容许孩子做错，但是父亲的成功是容许孩子犯错之后能够挽逃，能够回头过来。孩子要知道说，家里虽然不是替你遮掩的地方，但是是可以说真话的地方，可以悔改重新开始的地方。还记得上恩去年在中秋节的时候有来这里讲了一个故事，大家知道哪个故事吧？路加福音15章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讲了大儿子、小儿子。小儿子怎么样？他离家嘛，他耗尽了一切，直到醒悟过来，才回爸爸那里。他相离还远，他的老父亲远远的看到他，怎么样？这个经文很短，但是很感人。他的父亲看到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拥抱他。这个父亲有没有说他的过犯不重要？没有。但是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他先让这个失落的儿子知道，你犯了错，你还是我的儿子。你需要悔改，但你不用证明这些，你不用变成好人才可以回家。
小儿子他原本是要做什么？他原本我当个雇工就好了。故事有没有往这方面来做？有没有往我要付出劳力来证明我自己才能换回这个身份？没有。故事的结局不是这样，父亲以袍子、戒指跟鞋子来恢复儿子的身份，这个不是纵容哦，而是恩典一定在什么悔改之前。恩典是起点，我们先有了这个身份，儿子要承认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但是父亲不会让儿子的得罪变成永远的记号。但是我们要知道，迷失的不止小儿子，对不对？还有谁？大儿子。大儿子他一直留在家中啊，可是人爹心没爹嘛，人在心不在啊。他被嫉妒被比较，被这些得失心捆绑了。他自己其实把他的心已经离开这个家了。所以经文接续又写什么？他的父亲出来劝他。弟兄姐妹，父亲奔向悔改的小儿子，他也走向愤怒的大儿子，招手拉屌伊，对他说：“儿子啊，你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啊。”所以做父亲的不是保证你的小孩不会跌倒，你才算是有成就。你的小孩都没有做错，都很成功，你才有成就。做父亲的是使家中要有真理，这个就是回家的路。家中要保有回转的路。父亲不是因为儿子羞辱就把他往外推，也不是讨好来换取界限。真正的父职是让你的小孩知道，儿啊，你必须为错误负责。但是我的家门永远敞开，我们不必靠表现来证明自己值不值得，值不值得购买到父亲的爱。但是我们不能滥用这个爱来成为逃避的一部分。讲到这，我们不能够把责任都丢给父亲然后开玩笑的对父亲说：“啊，老爸你要等去，你要回去你要更成熟啊，你要更温柔，你要更有爱，你要更会沟通。”今天有3点要带来给大家的：儿女、配偶跟家庭、教会。第一点，孝敬父亲不是节日的礼貌而已而是什么？而是神的诫命。我们在十诫里头读到什么？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以弗所书更讲到什么？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现在社会都强调什么？个人感受最重要啊，权利利益最重要。的确，有的时候有它的必要性争取权利有它的必要性。但是这个在家庭里头这样子讲维持关系就变得很紧张、很危险只剩下实现自我。那父母怎么办？万一你的老爸老妈年老了，失去收入、失去功能，是不是就没有地位了？绝对不是这样。圣经里讲到的孝敬，不是我内心的感觉，我今天愿意的话，我心情好我就多孝敬一点，是要给予有分量、尊重他身份的意思。我们小时候的顺服的确随着你成为成人之后，你的关系状态会有所改变。但是孝敬没有到期的一天。成年的儿女，他的确可以有他自己的判断能力，但是他仍应该尊重，他应该听取父母的意见。不要因为我的老爸年岁大，动作较慢行动比较慢我观念过时还是不再赚钱，就把父亲当成多余的人。而且孝敬是要具体的，什么意思呢？我们父亲节可能大家都会去吃好料，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只有在父亲节送个礼物或者吃个好料，我们要主动的去了解他的需求，他的需要。这个需要不是只有在请他帮忙之前，爸爸你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没有那请你帮我。我们下一句又转到这个，我们是要真的去多陪陪他，要听他说话，不是只有他现在身体还好、健壮或健康的时候才陪他，也要在他衰老的时候，在他患病甚至失去行动力的时候承担这个照顾。儿女要学会什么？
说感谢，不要把我们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啊。也许我们可以从很简单的问题来开始训练自己。老爸，到底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对不对？你最近有在担忧什么？我们可以先来了解。我们要重新把爸爸当成一个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人，我们的伙伴哦。你的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有没有什么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啊？带你去哪里走一走好不好？你一直想去都没有去哦，因为你旁边有一个美女说怕坐飞机，所以一直没有去嘛，等等等等的，没关系，我们去。好，真正的孝敬是把父亲重新当成一个有故事、有感受、有尊严的人。第二点，关怀父亲不是只有在老爸需要的时候才靠近他。家人可以问爸爸你最近有好不？然后问完之后不是接着要求解下一道题目请他帮忙下一件事关怀不一定是很大的行动有时候只是跟他一起分担一个责任，或跟他一起讨论一件事情，让他休息，让他不孤单，多陪陪他，或者是在他失败的时候该跟他什么该考试跟他不要做这种羞辱的动作不要做比较的动作。我们前面提到什么 ？Happy wife, happy life， 这代表了丈夫承担妻子所有的情绪，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想想看，丈夫的情绪重不重要？坦诚说，现实上大多数的男生习惯自己收拾心情，不必女人来承担。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丈夫还是父亲这个角色，不是无敌铁金刚不是无敌铁金刚。他会不会受伤？他会不会害怕？他会不会难过？都会啊。他也需要安慰跟扶持。所以彼此相爱，不是什么取消这个责任，而是不让一个人独自被痛苦、被责任给吞噬掉。孩子、儿女们也要明白，爸爸不可能是那台永远都有答案的机器，他不是机器人，他不可能永远都有答案，永远都有正确的解答，永远都能够一直拉着你。特别是父亲如果答错了怎么办？他愿意道歉，儿子反而需要更尊重。当父亲失去工作或能力的时候，家人也不可以撤回这个尊重我们的家应该是掌握在真理跟爱之中的，被扶起、重新开始的地方。第三，教会不要只使用父亲，也要承托父亲。什么意思呢？我们教会也要反省我们是不是只有在奉献啊、搬东西啊、修理设备啊、检查呀、修装备、做决策啊、解决问题，才会想到弟兄们才会想到这些爸爸们我们是否今天在庆祝父亲节，给个小礼物，接着我们又把更多的期待交给爸爸们？教会应当让父亲不只靠成就而得到尊重。不是只有成功的企业家才得到尊重，就算是失业中的父亲，也要有同样的尊严。不是只有家庭事业都很美满、都很顺利、都很有成就的，才能够得到祝福。婚姻受伤，甚至身心俱疲的人，也能够得到陪伴。我们需要真实的兄弟关系，使男人不只在我们不是只有聚在一起啦，讨论什么投资啊、政治啊什么的工作这一些，我们彼此还能什么？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一些不好意思或者是羞耻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孤单？我们有没有失败？甚至讨论信仰，这些都是弟兄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父亲需要的不是一项又一项、下一项的任务，也可以是一位愿意跟他一起的麻吉，愿意跟他一起警醒、一同祷告、互相打气的弟兄。这个可以很现实，也可以很实际有人失业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陪他走过这个求职或者是经济压力的煎熬。有人有照顾父母或者是特殊需要的孩子等等的时候，教会帮忙来分担，帮忙来带有的人身心俱疲的时候，
我们不要再用习惯性的劝语啊，你是男孩子，你要刚强。我们协助他休息、就医，或者是接受专业的支持，不要总等那些男人开口求救，因为最习惯撑住的人，往往就是最后才开口求救的人，最晚开口的人。最后我要说，父亲们，今天要向你们说出谢谢，谢谢那些每天早起默默工作的人。谢谢那些常常底下在欢乐担忧，就算是会担忧害怕，也还是会想办法让家人安心的人。谢谢那些曾经犯过错，但是愿意道歉、悔改、重新学习做丈夫跟父亲的人。你们吞下了很多的委屈，天父都知道；夜里的忧伤，天父也知道。那些常常被人习惯的辛苦跟付出，以及可能我们内心不敢告诉别人的疲惫，天父都知道。但是神并没有呼召我们要凭着血气硬撑，也没有让我们觉得自己很辛苦就拒绝说出来，拒绝成长。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好像失去了一些世人认定什么是男人的荣耀。耶稣被羞辱，他被嘲笑，被钉在众人面前，没办法用力量保全自己。但是也正是在那个时刻，他完成了最大的救赎。所以十字架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什么？真正的力量不是都靠我自己逞强，而是我愿意用爱来承担。真正的荣耀不是指我一定对，或我一定不会受伤，而是我在受伤中还愿意保持真理与爱。所以一个父亲，我们要知道，在你成为父亲之前，你仍然是先有一个身份，叫做天父所爱的儿子。你不必用身份、收入、地位，或者是很强硬的来代表自己，这个是成就才代表自己。你可以哭，你可以悔改，你可以求助，你可以重新开始。对于还没有成为父亲的弟兄们，我也要说，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就没有价值。神可能呼召我们以陪伴、以教导、以保护、以祝福的方式成为其他人或成为后辈的属灵的父亲，使别人因为你的帮助，因为你的祝福，因为你的忠心，而更有能力走向独立与成熟。所以儿女们，孝敬不是只有停留在今天趁父亲还能见面的时候，向老爸说父亲节快乐，谢谢。趁他还能够同行的时候，要多陪陪他。而且不是只有最后才怎么样，能够提供什么？父亲大脑想的不是只有爸爸能够提供什么，而是什么？而是真正要有爱。我们的家庭不要再问他提供什么，要问老爸，你最近好吗？你需要我吗？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献上一个祝福，希望父亲有力量，也要懂得放松，有责任，但是不要被责任吞没，有声音，这个声音是用来祝福的，用来教导的，用来保护的，有眼泪，但是有人愿意陪他一同警醒，有他的家人。一个父亲要先做天父爱的儿子，再做使儿女得着生命的父亲。愿神使父亲重新得力，也使儿女重新孝敬，使家庭跟教会重新学习如何去尊重，如何去分担，如何去扶持，如何去珍惜这些父亲们。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常用成果来衡量自己，也常用功能来衡量父亲。求你赦免我们习惯去看爸爸能够提供什么，
却没有看到他的需要，却没有看到他也要被爱，他也需要扶持。主啊，求你医治每一个父亲里头那个害怕自己做的不够，害怕自己不够好，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男孩，使父亲先在你里面领受你是蒙爱儿子的身份，也不要以恩典拒绝成为成长的借口。主啊，求你使父亲的力量受到爱的治理，使他们有权柄，能控制，有情绪，不伤害。主啊，求你使他们不只是供应者，也能够成为同在者，从命令者成为祝福者，从追逐成就转向于忠心、扶持、拉拔下一代与传承。主啊，求你安慰那些疲惫、失业，甚至患病、婚姻受伤，使孩儿忧伤的父亲。主啊，请你赐给他们勇气，诚实开口，也预备家人与兄弟们愿意聆听，愿意警醒，愿意分担。主啊，更求你教导我们做儿女的，遵循您的旨意，也就是孝敬父母的诫命，不要把父亲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使我们在言语上能够更尊重，在时间上愿意陪伴，在实际的需要上能够照顾，特别是当父亲年迈、患病或失去能力的时候，能够珍惜并且敬重他。主啊，求你使教会不要只使用父亲们的能力，也承托父亲们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是先做你所爱的儿女。主啊，在家庭世代中，我们都愿意成为让人得着生命的人。我们在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时，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请大家起立来吟圣诗451首，咱人点这世间。这时，咱要用感恩的心来奉献，请诗献的这首来侍奉。奉献是基督徒对圣神恩典的回应。若是第一届来到咱教会，也是唔明白奉献的意义的人，请你免讲。大家当作你的家，安心享受今日的聚会。
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真济这是咱要去大家起立，咱要吟上吟圣诗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先上吟煞，咱要请蔡传道为咱祝祷。三位一体的上帝，感谢你即时临在伫咱的身躯边，特别是甲在座的爸爸们三个弟弟，主啊，愿你的祝福充满伫遮，主信心，你的引带甲带领，圣经上帝，你的指引甲教导。信拜上帝，你的带领，互咱一世人拢知影要安怎向前来行。你的祝福临到在座每一个人，特别是今日的爸爸们，愿主的名永远拢甲阮伫地，直到永远。阿门。真济这是咱要来报告。伫下周8月16号主日圣港伦德的侍奉者，请恁备办心来筹备。伫报告的大先吼，我今日先要介绍咱今日有一位朋友叫蔡君川。你先离开了是吧？哦，好。好，他今天他是药城的爸爸，下一次不要让他溜走，好不好？好，麻烦药城的妈妈不要让他溜走，我们很希望他也成为我们这一家人。好，你跟爸爸讲一下。好，那等一下，爸爸也有一个父亲节的礼物，麻烦妈妈帮他带领一下。好，那现在希望都他以后的话也常来我们教会，好不好？好，谢谢。药城的妈妈，大家有认识吗？我们请药城妈妈站起来，我看一下，因为她通常都会带药城带楼上的主日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妈妈。然后为了她子女的这个信仰，都会带到主日学来。那刚才药城也在前面唱歌，我们唱歌给爸爸听。好，那我们来做这个简单的消息的报告，然后，咱本日是父亲节，然后教会这边那有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我们现在是不是请我们的沙马团契的同工，出来，然后我们请父亲能够
是不是站起来好，让我们知道，然后让我们沙马团契这边的同工，来，沙马同工。哎，要是妈妈哈，要记得交给爸爸哈，要下一次叫他要来哈。我想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心意，只是教会代表在座的所有做儿女的，把这样的东西，在这个时间，然后给我们的父亲，就像刚才蔡传道讲的，父亲真的不是很容易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当基督徒真正一个很幸运的东西，就是我们有天上的父，既然基督徒俩，咱在像耶稣基督的模样。那我们怎么坐在地上做我们的父亲？我想，我们天上的父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又是慈父，又是为了公义在做东西。那祝福我们天下的父亲，还有教会的所有父亲，父亲节快乐。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咱今日聚会后吼，一世来咱有调开中职会吼，请中职老伯。过来就是咱后礼拜吼，有节教会全教会的运动会在下礼拜的礼拜完以后，下午1点30分，我们会在松花江的活动中心举行哈。那我们大概都已经报名了，假如是还没有报名的话哈，请大家一定要挂报名，因为我们筹备小组哈这边的话，针对分组还有在准备点心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足数。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安全起见哈，我们要保险。所以说，有参与的人员哈，一定要报名，让我们能够做保险的动作。然后再来提醒大家，就是因为下礼拜下午有运动会，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太随便了，就是再轻便一点的哈，不用穿高跟鞋了这东西啊哈，就是说穿轻便一点。我们下午大家一起到松花江那边哈，我们跟社区班，我们这次也有社区班的那个朋友会来参加。那所以说，我让社区的朋友来讲，就是我们这个中心教会。在这里是一个大的家庭，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喜乐，能够让那个爱跟喜乐能让这个社区班的朋友能够接受。所以说，也请大家的话注意这个时间。然后再来就是第5点的话，就是8月22号的礼拜六下午2点，我们在教会会举行一个追思礼拜，就是我们敬爱的陈堂娘长老娘，真的很快。已经安息周年，那，我们想邀请，不光是那个陈长老娘的家人，我想我们教会的会友，就像南婷一样，我们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陈长老娘就会讲，哎呦，那我这样住那家好哦，叫你来咱教会到三港，真的，陈长老娘，这是我在这教会里面得到的第一次的一个关爱跟关心。所以说，在8月22号下午的时候，我们追思礼拜的话，就是请大家会友能够来回应参加，我们一起来追思我们的信仰的前辈陈长老娘。然后本周的那个新眼光的读经进度的话，我这边就不再陈述，大家注意一下。然后我们在做肢体的交通跟带导的事项哈，等一下我们会请我们蔡长老带我们大家同心为我们教会，当然我们教会的一些身体欠安的。姐妹比如说彩云姐，还有照顾她的家人来做代祷。那我们这礼拜也特别要为着毛秀君还有肖佩如一家的身心灵健壮来代祷。我们请蔡长老来带我们。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的天父已经帮我们全部把我们的罪全部都付清了我们罪已经全部都付清了而且我已经缴库了。刚才我收到红包，我已经立刻缴库
所以你们当父亲的可以立刻缴付，拿给太太没有关系。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我们首先为我们天父真的是给我们非常大的爱，他将我们所有的罪债都付清，用他独生子的宝血帮我们洗清所有的罪。那我们应该为我们家人，不单爸爸，也不单妈妈，不要看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其实有的父亲反而是最脆弱的人。那我们先为我们的家人，你知道的人，我们先自己默默提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没有听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心目中向主你的祈求。尤其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为了辛苦的爸爸们、默默做事的爸爸们来祷告，求你在他们坚强之中也看到他们的泪水，帮助他们。他们会做错事情，但是主你的爱永远在他们身上。先有爱，才有父亲的责任。求主你在他们一一提名祷告的时候，照顾他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为着彩云姐她的康复，我们为着林牧师娘她的脚虽然渐渐稍微有点比较好转，仍然非常的不舒服。我们为了专爸爸，我们为了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有时候为了升等为了他们的身体，为了他们身心灵，很多需要主你的关怀，求主你保护他们。我们为了秀君姐全家、佩如姐全家们的祷告，求主你照顾着他们。我们现在来代祷。也为你知道的人一一提名，为他祷告。我都知道，一人祷告的力量是大的。我们祈求，只要合主的旨意，你一定成就我们的旨意。求你听，我们会有弟兄姐妹们在你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为着他们，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我们为我们亲爱、我们所敬爱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我们为这些身心灵受创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也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士农工商们在祷告。求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垂听，一切的祷告，也求主你悦纳我们所有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里，我们请大家默祷闭会。这是咱起立来行平安礼，咱互相祝祷平安。